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6日，诗篇91篇15节安尼讲：伊求救我，我就要应伊。伊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伊伫地，我要救伊，互伊尊贵。三甲来祈祷，危急的时，要甲阮伫地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避难所，是阮的溃烂，也是阮伫患难中逐时逐刻的帮衬。主啊！你的信息，甲你的慈爱，要甲阮同在。因着你的名，愿要得到牙权。主啊，你要为着阮保存你的慈爱到永远。你甲阮所立的约，的确无变换。主啊，求你照你的信息，互阮得到坚固徛在。主啊，阮陷落伫深渊到深的水内，大水要淹没阮。主啊，患难的日，阮求救你，你就要应阮。阮伫危急的时，你要甲阮伫地，你要救阮，互阮尊贵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